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4月30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2篇25到31节，阿摩司书第8章11节到13节，使徒行传第8章第9节到25节。今仔日的主题是灭亡。伫前礼拜台湾发生两件警察甲人民的纠纷事件。一个是伫台北市某一个分局的因叫做教官啦因为啉酒甲人出代志，相拍冤家，然后后来对方呢一阵穿乌衫的人冲到伫派出所来弄派出所警局内底的电脑以及其他的物品，到警察局警察分局竟然用私人的纠纷做理由，将即群的穿乌衫藐视公权力的事件轻轻来甲伊放落。另外一件是一个女子伫即个中立的路咧行，佮无缘无故受到来审查，警察将即个手无寸铁的查某人来甲伊害伫涂骹，并且用现行犯来甲伊逮捕。互另外一台支援的警察车载到伫警察局接受审查，拘留超过9点钟。这个违法的部分咱莫讲啦这还佫有一寡代志这两个事件引起了全社会顶悬真大的风波，也拄好发生的时期真接近。两个伫比较的下面，互人民的感受真无好势，互人感觉讲警察是一个行乌道、害良善人民一个真负面的印象伫个所在。执法的人员甲乌道即种利益的纠缠是定定有听到啦咱嘛知影前无偌久嘛捌发生一个调查局的官员去互掠，因为伊偷摕毒品去卖生活过真安尼拍哩安尼这个代志对基督徒来讲嘛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当咱追求信仰、追求上帝的赐福、追求所谓的属灵的快乐的时阵，咱到底为什么？这个咧追求成功的牧者基督徒，对伫金钱还是讲一代志的界线分袂介清楚，对伫是非也分袂介清楚，容易造成信徒甲社会的观感无好以及误解。当然这是毋是一个真好的见证啦亲像警察的事件同款。虽然警察事件毋是一个信仰事件，但是相款的拢是违背因的职分，因职责的所互因一个神圣的责任。基督徒嘛是安尼，不但平常时要有好的灵修的生活，伫甲人相处的时阵，安怎来把握迄个道德的界线，这是非常重要的。咱无偌久进前伫这个查经的中间，咱读到约翰一书第3章的经文19节到21节安尼讲，安尼对这点咱知，咱是属真理的，咱伫上帝面前心安理得，实使咱的良心自责，咱永远知上帝比咱的心较大。
伊明察一切。所以，亲爱的朋友，若阵咱的良心无责备咱伫上帝面头前就毋免惊吓啦吼，坦然毋免惊啦吼。信仰的良心的标准是啥？信仰良心的标准就是上帝本身啦。咱若对得起上帝，当然是坦然毋免惊啦吼。但是，若阵讲咱得罪上帝、违反上帝标准，甚至亲像使徒行传所记载迄个西门共款，想要用钱去买文书，这真当然啦。咱用骹头夫想嘛知影，伊这一定是要用文书去趁搁较济钱嘛，吼。这毋是基督徒的信仰，也毋是上帝赏赐文书的目的。遐个追求成功的牧者，真爱彰显一个部分，就是讲，因定定强调讲，信耶稣吼会当互人吼欠债吼，啊还了，佫会当趁搁较济钱安尼啦吼，拢焦点放伫迄个财富顶悬啦。牧师想要问的是讲，敢讲穿了真朴素的人，收入普通的人，就毋是上帝所赐福的人吗？当然毋是安尼啦吼。前一阵仔有一位台湾的牧者，因为教会金钱出入几若千万台票，伫迄个绩效顶悬交代袂清楚，受到免职，教会也被要求爱关起来。其实这就亲像台北的警察分局处理代志的事件态度共款，因不但想要来食案。这个派出所的所长，佮将这个监视的影像，甲伊消毒、delete掉，佮欺骗大家讲这因为断电啦，所以当初时无影像安尼啦吼。这到底是咧保护警察局，去伫警察局闹代志的乌衫的乌道人，还是咧想要保护家己的官位？亲像安尼来失去职责、违背誓约，甲即个金钱交接了袂清楚的牧者，其实做是共款的啦。像雅各对迄位西门所讲的话，伊讲：你甲你的金钱做伙白无吧？你竟然想要用钱来买上帝的恩赐。你伫阮的工作顶悬无份，因为上帝面头前你的心术不正，所以你得悔改，离开邪恶，祈求主赦免你心中即种的歹念头。我看出你伫吞食极度的苦痛，最歹的忧愁吼，所以愿意承认面对家己的错误，相信满有恩慈的上帝也会赏赐赦免互咱。但是咱若继续要安尼照家己的意思去行，违背这个也是讲伫背后做一寡其实人毋知影，讲一寡其实人毋知影的话。就会亲像这个西门共款，会甲家己的钱所做的代志做伙来袂无。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4月3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2篇25到31节，阿摩司书第8章第11到13节。使徒行传第8章第9到25节。今天的主题是灭亡。上个礼拜，在台湾出现了2起这个警民纠纷的事件。一个是在台北市某个分局，他们所谓的教官，因为酒后跟人家产生纠纷。后来，所谓的黑衣人冲到派出所，砸坏了警局内的设备跟电脑物品。
警分局竟然以私人纠纷为由，将这一群黑衣人的藐视公权力的事件呢，轻轻的放下，然后私下和解。另外一件事情是一位女子走在中立的这个街道旁走路啊，那无缘无故的遭受警察的盘查。后来警察将手无寸铁的女子用过肩摔在路旁，并以现行犯逮捕上了手铐。后来另外一辆支援的警车载她到警局之后，还上手铐脚镣，而且留下在警局里面接受盘查超过9个小时。这2件事情在台湾的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刚好发生在非常接近的时期间。两相比较之下呢，警察留给人们的一个负面的印象就是说，警察是怕黑道的，害忠良的，这是极为负面的印象了。执法人员与黑道的利益纠葛是时有所闻。前不久才发生一位调查局官员因为盗卖查获的毒品的案件就被收押了。这些事情对于我们身为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追求信仰，我们追求上帝的赐福，我们追求属灵的能力，到底是为了什么？许多追求成功的牧者或是基督徒，他们会对于在金钱或是一些事情上面的界限分不清楚，对于是非对错也分不清楚，也容易造成信徒或是社会大众的错误的观感、侧目或是误解。当然，这绝非是一个好的见证。我们回头再看警察事件，虽然警察事件它不是一个信仰事件，但是相同的是，这个都是违背了天职，违背了职责所赋予的这种神圣的责任。基督徒也是如此，不但是平常要有好的灵修生活，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如何把握住那种道德的界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不久前的这个读经里面，我们读到了约翰一书第3章19到21节的经文。经文这样说：那么从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心安理得，即使良心自责，我们仍然知道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他洞察一切。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的良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信仰的良心是什么？它的标准是什么？当然就是上帝嘛，我们若对得起上帝，那当然我们就坦然无惧啊。但如果说我们得罪了上帝，违反了上帝的标准的时候，甚至如同我们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所记载的那一位西门一样，想想看，他想要用钱去买恩赐，那想当然的，他一定想要用恩赐去赚怎么样更多的钱。这绝对不是基督徒的信仰，也不是上帝所赏赐这个恩赐的一个目的。有些追求成功的牧者非常喜欢彰显这个金钱的部分，他们说信耶稣就可以使人欠很多钱可以还清，而且还可以赚取非常非常多的钱积蓄财富。但是牧师想问的是，在这些牧师的眼中，难道那些穿得很朴素、收入普通的人就没有上帝赐福的人？
是不是这样子吗？前一阵子有一位牧师因为这个在教会的一些金钱出入数千万元，在登账的账目上面这个金流交代不清，因而受到免职，教会也被要求要关闭。如同台北警察的分局处理事情的态度一样，他们不但想要吃案，还有这一位那个派出所的所长呢，将监视器的影带之影像呢给消除了，还想要欺骗说因为断电所以没有影像。这样的举动到底是为了保护警察局，或是警察局闹事的黑衣人，或是要保护自己的官位呢？这样子所谓的怠忽职守、违背誓约，与那一些金钱不清的牧者其实是同样的罪，都会如同雅各对那一位西门所说的话，他说：你跟你的金钱一起灭亡吧！你居然妄想能够用钱买上帝的恩赐，你在我们的工作上没有份，因为在上帝的面前你的心术不正，所以你要悔改，离弃邪恶，祈求主赦免你心中的这种意念。我看出你正在啃着极度的苦果，做罪的囚犯。如果我们愿意去承认，面对自己的错误，面对自己的软弱，相信这个满有恩慈的上帝也会赐下赦免。但若是我们一意的孤行，以为自己在背后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都没有人知道，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如同这个雅各所说的，我们就会以自己的钱所做的事一起灭亡了，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